餐牌用電視最貴唔係部電視啊，用普通電視做餐牌慳到嘅錢，通常第一年都蝕翻晒。原因一，普通電視係為家用設計，一日係預你用幾個鐘㗎咋。餐廳由早開到晚，一日開10幾個鐘，部機好快就出殘影㗎啦。原因二，觀看距離，客人排緊隊想睇餐牌，光度唔夠，字體睇得唔清楚，要控埋去先睇到，條隊即刻慢咗。原因三，安裝同店鋪空間。實際上，餐廳同 food court 唔同玩法，一間鋪可能有一個橫屏就夠。美食廣場咧就要幾個屏幕拼埋一齊，呢一啲咧一開始就要計好版面啦。所以唔係買部電視掛上牆咁簡單。Context 會幫你揀選型號、分析安裝位置，仲建議埋你嘅播放方案。想睇你餐廳適合邊一種屏幕，留言你餐廳嘅座位數話我知。